大家知唔知道點解謝霆鋒咁受歡迎？曾經有輕生嘅念頭，仲俾保險公司列入黑名單。今日就1分鐘時間同大家分享關於謝霆鋒嘅冷知識啦。謝霆鋒係1996年出道嘅香港娛樂圈著名藝人。謝霆鋒童年一啲都唔容易，由於佢爸爸媽媽係出名嘅演員，所以自細已經活喺鎂光燈下生活。據聞一出世，產房門口已經有超過50位記者等住報導佢嘅誕生。細個喺香港國際學校讀書，因為太多媒體追訪，試過因為壓力太大而一度有輕生念頭。謝霆鋒自細對音樂充滿熱誠，16歲嘅時候去咗日本進修。唱片公司為咗迎合市場，安排佢唱流行 K 歌同跳唱路線。但謝霆鋒一直鍾情於搖滾風格，佢多次同公司爭取，終於有機會收錄自己創作嘅搖滾歌。結果有亮眼成績，證明咗堅持唔放棄自己所愛，最後可以贏得掌聲。除咗歌手同演員身份，謝霆鋒創辦屬於自己嘅影視後期製作公司，積極參與幕後製作。佢仲涉足房地產同餐飲業，成為香港娛樂圈少有嘅多棲藝人，亦都係大眾其中一點好欣賞佢嘅地方。無論係邊個崗位，謝霆鋒都親力親為，好有要求。例如喺紅館開演唱會，想觀眾專注音樂本質，而堅持唔要伴舞同浮誇服裝。有傳因為演戲多次親身上陣演出高危動作，左手無名指冇辦法伸直，甚至有香港保險公司將佢列入黑名單。大家仲有冇其他藝人嘅冷知識想知道呢？記得留言話俾我哋聽啦！